相亲台北捷运的 App 有新功能，人数的最少会当看提示的灯号。台北捷运板南线推出全新的功能，用4个灯号来表示车厢内人的最少。安尼一来，就会当看灯号，撇开人潮，选人较少的车厢来就车。搭捷运想要避开人潮，现在可以透过车厢的拥挤度调查来测试看看。 车厢2人潮普通，那么车厢1呢是显示舒适的程度。我们带你到车厢1来看看。行去较无人的车厢，果然就使找到位，这是台北捷运板南线推出的新功能，将车厢载客进行通知乘客。板南线是我们现在运量最大的一个路线哈，下一个路线会是在这个文湖线。 偏偏人拢尽力共一个车厢达到分流的效果。在疫情期间，北捷提早做新功能上线，除了月台荧幕顶面的显示人的车厢的情形，嘛会使下载台北捷运 Go App， 点入去捷运的路网，找到车站的资讯，再为上车的地点，就使了解哪个车厢倒位上侪人，倒位较零。尖峰时刻本来就是一直处在于拥挤的状况，所以参考一下而已。那手机要怎么去弄登录？你知道我们老了，我们几岁了，又不像你们年轻人，要操作手机都很方便。透过安置车卡的压力监测器监测车厢的重量，就使归纳出车厢载偌侪人。 青灯代表90人以下，还算是舒适；黄灯会使伫车厢内面行耍。柑仔色的是人比较较侪，差不多是106人到270人。红灯上客有270人以上，敢无方便使用？民众看法无共款。把这估计半年的测试期了后，看情形做调整，要有全新的功能发挥分流的效果。